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的立委罗定伟的团队，和一个叫做台派宝宝的原创作者来指控，讲篡改因的图文作品，甲同意罢免改做无同意罢免，然后伫个内群组徛名转团。台派的宝宝讲这已经侵权了，要甲因告。啊，罗定伟是回回讲，是伊一个助理伫个网络顶看到来转发，伊并无篡改图文。 这张图的顶悬有一身高水红仔，下骹一撮716同意罢免登去厝投票的文字。这是创作团体台派宝宝所创作的。台中中六山区立委罗定伟团队的人，互发现伫内群组转发这张反罢免的文宣。 顶悬是罗定伟前一个图文，下骹搁打一张写716无同意罢免登去厝投票的图文，甲台派宝宝所创作的正相共。就是前面的同意罢免被加一个不，秘书还是助理这样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选举的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改的，或者但是他们就是的确是转传了。台派宝宝发现原创的图文互改过。 同意罢免变无同意罢免，各伫群组顶悬流传，认为已经互侵权。好的处理方式可能就是他们可能就要联系啊，或是道歉啊，或是做出说明嘛。对，但是我们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。罢免罗定伟的团体也出面批评，罗廷伟他自己还有包含他的团队，完全都没有法治概念。针对洪指控该人原创的图文，罗定伟讲，伊的团队未敢改做，伊嘛未接受这个行为。这个助理啊，他大概是一个年长的助理，哦，所以他没有具备任何篡改的能力，他只是认同这个影片、图片，哦，他可能就觉得很喜欢，就把它转传。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转传都应该要先稍微了解一下，所以我们也会提醒他。罗定伟强调，转传的助理有会啊，未晓创制。助理也讲，是伫网络顶看到认同的内容，才会转传，无心情有改过。对这件代志，台派宝宝讲，因为罗定伟的团队无主动说明，一旦罢免投票结束，针对这件代志提出告诉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